电锅。哦，神的力量。美食的部分啦！本节目由寿林乡公所独家赞助播出。欢迎收看美食的部分。来，美食的部分，谢谢大家惊喜的捧场啊，已经来到我们第2集了。然后往后呢，也会拍摄更多的很棒的影片给大家认识。那我们今天欢迎我们公所文光课的小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文化观光客李中华。那很高兴来到美宣组来这里拍摄。中华姐她是我们那个公所文化观光课的，我是协办。对，跟大概介绍一下文光课所负责的业务是什么样。文光课总共有4项最大的业务推。那第一个是文化保存，第2项是观光类，那第3项的是文化教育，第4项的产业就是我工作的内容是公益组这边。公益组，对，就是织布、涂织、藤编、木雕、工织嘛。那我们很欢迎中华，好来到我们节目上。中华，你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天你要带什么传统美食给大家？香蕉饭，霹雳点的名称，传统美食是香蕉饭。太鲁阁美食传统香蕉饭。怎么跟大家惹的不一样？等一下，我耳朵好痒。传统美食有它存在的价值，就是为什么会有香蕉饭这样的食物出现？是有。对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是我们特别含义。在香蕉饭里面。好，香蕉饭呢，它很耐保存。那在早期，一般妇女老公他们去外面狩猎的时候，他们会把香蕉饭让他们能够外出带着走。可是你刚刚说，就是老公出去打猎的时候，那儿子出去打猎有吗？孙子也有？只要是男性出去狩猎，只要是男生出去狩猎，妈妈会帮他们准备。也就是说，就是一个很方便去制作，然后也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取用的一个食材啊。以上总结啦，像香蕉饭就是保存时间长，然后外出打猎、远足都可以使用，然后在一些特殊庆典上都可以吃到。然后它制作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，在家里就可以自己做了。那有兴趣的朋友，其实可以在家里自己尝试看看，就是不难啊，对不对？不难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进行我们香蕉饭的制作喽，来。来，我们的香蕉饭已经拿去蒸了啦。如果我们不让中华宣导一下他的业务，然后我可能被文光课追杀。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次你要宣导的活动或者是什么样的 ？OK。好，那我可以把它摆过来。可以。我们有一个联展，有成果展跟画展。成果展跟画展。对，联展。联展，所以是有什么样的成果？成果就是我们本乡内的那个课程培训成果展，就是展出的都是学员作品。就是今年度我们有办的课程，把这些作品集合在一起。对。那地点在哪里啊？地点在太鲁阁竹文创产业园区，在富士村。展期呢？展期是108年的11月15，一直展到明年的3月15。画展是什么样的画展？画展也是我们部落的我们崇德村部落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，就是郭文贵。
老师，他要展出他的画。哦，它有6幅画，还有6幅画展6出幅画要展。我们分 A 馆，像 A 馆是 A 馆是郭文贵的画展，那 B 馆就是我们6个班的成果展，分前栋后栋，我们把它 A、B 区分。哦，OK。对。那你知道我是 AB 型吗？好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啊，等一下啊，就是说，在今年的11月15号到明年的3月15，有将近4个月的展览。那这4个月的展览在太鲁阁文化创意园区有2个部分啦，就 A 馆、B 馆。A 馆的话是画展，就是崇德村郭老师的画；在 B 馆呢，就是我们文光课今年度做的一些办的一些课程、训练课程的成品的成果展这样子。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去看看。要钱吗？不用钱，免费参观。不用钱，免费参观，是不用钱。公所呢也是非常的重视这一块，那希望大家是可以多多去看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钟华你那个可以退下，好不好？我不能退下。没有啦，也不用啦，放心，继续做的嘛，这是的部分。我的那个就是摆也摆好了，也蒸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香蕉们闻起来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对啊，香你觉气，香蕉味，香气很香，香气逼人啊！满满屋子的香蕉味。好啊，就这个啦。我吃那个最短的好了。哦，弄起来像香蕉饭都已经解开了，有没有？超漂亮的，你看，超级漂亮。啊，那口感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香蕉啊，渗入到那个糯米的那个就是米饭米粒里面，每一个粒粒都吸到了香蕉的那个香气跟那个味道。Nope。我吃的感觉是口感是不错啦。我觉得软，可是好吃。好吃吗？嗯，非常好吃。给它特写给大家看，是认真的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我觉得你勇气可嘉。真的？对，因为一般的传统就是妈妈在做，他们都是用很少用电锅，都是用传统的那个煮菜那种锅子去蒸。还有一口。还有一口哈，我等你吃，等你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美食的部分，太鲁阁族传统美食香蕉饭大成功，好 OK。那今天这样第一次上节目啊，那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？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那个大家观众朋友说一下的？把香蕉融入在糯米上面，就是我们的传统美食，好吃的香蕉饭。这个在家里可以模仿的。我们就是现代来讲，我们要举一反三呐，花饭啊，水梨饭、凤梨饭。诸如此类。对，啊，谢谢中华。那就是我们的那个展览的活动啊，就是请大家就是11月15号之后到明年的3月15号，大家可以多多去参观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谢谢中华喽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